今日祝每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6年3月26號。今仔日的經文是詩篇31篇第9節、96節。撒母耳記上卷16章第11節到13節。腓立比書第1章第1節到11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為同工祈禱。牧師祝介意一首英語的福音詩歌，伊名叫做《Someone is Praying for You》。伫17年前，也未去到伫美國牧會進前，捌大領家己南門教會的青年唱這首詩歌。有打算講，當阮初去到伫美國的時陣，這首詩歌就誠做支持阮伫異鄉開始生活，一個足重要的支持的力量。為着人祈禱，其實這是基督徒的責任。為着同工，甚至為着牧師來祈禱，佫較是一個教會的動力以及發電機。每一屆教會佇咧拄着選舉的時陣，大家攏足歡喜吼，選出某某人出來擔任服侍的角色。但是牧師總是會提醒兄弟，這張票投落去，無代表此事甲我無關，乃是一種的決志，就是要甲當選的同工，為着甲因來為着因祈禱的決心啦吼。撒母耳為着掃羅王來膏抹嘛，為聽做伊伊的支持者啦吼。就算是講掃羅王得罪着上帝，撒母耳嘛是同款來支持伊。膏抹大筆的時，其實嘛是同款，撒母耳嘛誠做大筆的幫襯者。撒母耳記上卷16章11節到13節。撒母耳閣甲亞西講：你的囝敢攏佇遮？伊因講抑閣一個沙貝仔囝。這個時陣在飼羊，撒母耳甲亞西講：你找人去叫伊來，伊也未來，咱無要坐倒。亞西派人去叫伊來，伊紅果齒赤齒目睭有神，生做煙頭。上主講：這個就是你甲伊抹油。撒母耳就佇大筆遐個兄哥的面頭前，用角內的油甲伊抹。對迄日起，上主的神完全支配大筆。撒母耳就出發倒去佇拿墨。咱也看見保羅，伊佇受呼召，誠做外邦的使徒，建立教會、教導、訓練同工，而這中間嘛誠做因大道的勇士。腓立比書第1章第1節到11節記載着保羅對佇腓立比教會甲同工的關心以及大道。保羅甲提摩太是基督耶穌的僕人，願寫批互住佇腓立比甲屬耶穌基督攏總的信徒甲各位監督甲執事，願咱的父上帝甲主耶穌基督賞賜恁穩定甲平安。我逐擺想到恁的時，就為着恁感謝我的上帝。特別為着恁眾人祈禱的時，攏用歡喜的心來祈求，因為恁對頭一日開始到現在，攏有同款的同心協助在傳福音。我深信，迄位佇恁中間開始做美好工作的上帝，會繼續迄個工作完成，直到耶穌基督過來的日子。我常常在笑念恁，對恁眾人有這款的心情是當然的，因為無論我現在佇感覺內，也是以前佇為着福音辯護甲最前的時陣，恁攏有甲我分享上帝的恩賜。我用基督耶穌的疼心，偌爾啊少年恁大家，
上帝通过我做证，我所祈求的是安尼。恁会听会哪加添，恁的知识甲对逐项的判断力嘛哪进步，互恁会晓得分别什么是上好的。伫安尼伫基督的日，恁才会当真做纯洁无通嫌的人，充满靠耶稣基督才有的好德行，通来将荣光甲恶乐归乎上帝。非常有名的布道家史布真牧师提到着，伊是因为教会有一群人拢咧为着伊迫切祈祷，伊遮个人是因教会的发电机，真正，咱需要好好啊为着牧者，为着教会的同工来迫切祈祷。诗篇31篇第9节、9节、6节，上主啊，我伫患难中求你怜悯我。我的目睭因为忧伤火气，我的心神，我的身躯衰烂，我的性命因为忧苦消沉。我的年岁因为我哀伤来减少，我的气力因为我的罪过来衰烂，我的骨头孤单，我所有的对敌拢去凌辱我，我的厝边甲我侮辱，连捌我的人嘛拢惊我。伫路边看到我的人拢闪开，我亲像死人，互人袂记得，无人笑脸。我亲像破去的器具，互人献杀。我听见真侪人四界在造谣，周围充满恐怖，因参详要攻击我，计谋要害我的性命。上主啊，我要求要倚靠你。我讲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的一生伫你的手中。求你救我脱离对敌的手，甲困迫我的人。求你用你的面的光照你的仆人，照你的慈爱来拯救我。求主帮助阮诚做大道者，只是教会事工，搁较诚做教会同工的大道勇士。求主帮助阮诚做教会发展的发电机动力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